勁歌金曲即將附映。今日嘅郭富城之所以能歌善舞，受到萬人愛戴，其實除咗有先天嘅天賦條件同埋後天嘅努力之外，其實仲有一個不為人知嘅大秘密。傳說中，郭富城喺遠古時代係一個至高無上嘅國王。今日勁歌金曲就帶大家穿梭時光隧道，揭開佢身世之謎。各位觀眾，生日夢之派對現在開始！哎，好玩啊！唔好意思，點解咧？打擾你跳舞嘅雅興。不過小神確實有事相告。唉，再跪多次先。咩事？咩事？咩事？好重要嘅，唔好咁嚴肅。你冇拉褲鏈。嚇！我講笑啫，我講笑啫。其實咧，今次咧，其實同你講咧，就係除咗有外國嘅使節嚟同你賀壽之外咧，我哋本地嘅神民咧都諗住同你表演嘅。本地係嘛？係啊。國王啊，佢哋已經組成一隊樂隊咧，只要你一聲令下，佢即刻表演俾你睇噶啦。咁咪一聲令下噶咯喎！1、2、3，去啊！誰輕輕叫喚我，喚醒心中愛火。幸運只因有着你，不再流浪與蹉跎。內心深抱緊我。讓痴心加上鎖，落寞歡欣聽着你柔情蜜語，再燃亮我。從心的領略過，是祝福加愛戀，聚集一起快樂過，找到無盡愛更多，全 fans 會給你，將詩篇的愛慕，用盡衷心説話。